位电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喜來咧，我係綜藝圈阿權妹。今日嘅節目當中，要同大家來分享小嘅好食嘅東西，韓國也好食嘅東西係來自我嘅家鄉苗栗。嗰個今日嘅節目邀請到嘅兩位哦，做對講說係我苗栗嘅強鄉人哦，嗰個特別嘅親切嘅感覺，我好好來同大家來分享小嘅一下。今日啲係做乜嘅呢？今日做嘅係意大利式的披薩，大家對於披薩也食的東西，可能大家就當中意啊，可能大家始終鄉下有 party 的時節啊，大家就會鄉下來食一下披薩。啊，不過上來正經同菜體同道地嘅意大利的披薩，可以相當乜嘅用嘅咯。細細個嘅來分享，今日嘅節目都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調解韓國調解用金鐘同麒麟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鐘，今天很高興來到這邊可以分享我們的披薩。好，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今天很歡迎可以來到這邊介紹我們家的披薩給大家。好，謝謝。歡迎兩位，都係苗栗人，錯冇？對，土生土長的苗栗人。對，我們就一直都在苗栗。哦，麒麟咩係？我是台中長大啦，然後到6歲才回來苗栗這樣子。對。嗰時候到苗栗台啊，他還有創業過後就決定要轉到苗栗，在苗栗繼續來創業這樣子。對。但是因為我有看嘅金鐘嘅資料，有聽講佢頭擺其實好嘅東西跟餐飲做得講冇相關。嘿，啊你頭擺聽講係好同財經法律相關的科系。哇，那你有冇想到講就是想要從業啊，從業行去做披薩，也紅，就是你知道很特別。對於苗栗來講，特別的一項食的東西。好，因為我本來其實從小我就對料理蠻有興趣的，然後讀法律系，其實我心裡是想說，這個東西就是學以致用，就是以後不一定要去從事這個行業，然後也可以增加自己的一個知識。哦，對。然後會想做披薩的原因是因為就是有一次接觸到拿坡里披薩，然後就被它的口感、它的簡單、它的單純深深的吸引了。然後包括我老婆她也蠻喜歡吃披薩的，對。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蠻瘋狂的，就整個台灣都到處去吃這樣子。就是吃意式亞種的披薩。對。然後就吃到它的那個味道，就被它感動，然後就想深深的去學習它。這樣子，對。應該某年唔好吃披薩吧？我就這樣想起來，但我沒有想到有人會不喜歡吃披薩。你覺得一個懂簡單，然後又輕，大概就做得感覺什麼都做得夾強下，都可以融合在裡面的感覺。但是其實兩位做的係意式的、意大利式、意大利式的披薩，其實有同平常時吃到比較像美式的披薩有一點點冇共用。等下再過後來同大家來了解。那麒麟覺得在苗栗這個地方來創業，會不會覺得就是想要在苗栗創這個意式的披薩？我光想起來好像感覺有點衝突，因為我很細時節，我印象中可能就是只有比較連鎖的披薩店。但是你們在蠻久以前就其實創了這一個意大利式的披薩店，錯嗎？對，前期確實是會比較辛苦一點，因為大家在接受這個口味跟款式，連樣子都不太一樣，等於是說款式啊不一樣。對於他們苗栗人有一點突破，就想你家披薩有沒有按蓬呢？怎麼那麼薄？對，最主要是客人會比較納悶的是沒有買1送1。哦，對，因為通常連鎖店都是買1送1，對，不太一樣啊，不一樣，對。但是我們先跟大家來介紹一下，因為店嘅店名，嘅名其實同意大利跟意大利也有很深的連結，對不對？對。那我們的店叫做卡薩，那我們這個卡薩在意大利文是家的意思。那我們就是因為我們是夫妻創業嘛，所以我們的初衷就是希望大家來到我們店的時候是有溫馨的感覺，溫馨，然後回到家裡的感覺，就是像很簡單，在家裡吃一個單純的料理，我們用披薩傳遞家的感覺，不可愛感覺，就像呀哈看到的相片，好可愛哦！你們有沒有帶來也摸也來？然後他們看到家裡的照片，覺得很驚訝。好，對，其實就是一種很溫馨的感覺。然後青貼片嘅係一間店嘅基地都用來配披薩嘅那個窯，這個窯因為呀哈其實
电器很方便，有蛮多人做披萨还用，比如天的烤箱，对，啊，唔都也都用个黑石头做个很特别的窑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窑是特别从国外听来的。这个窑是我们从就是拿坡里当地的一个100年窑厂，对。意大利的拿坡里的100年窑厂。对，还有其实他们的工艺其实也是一种艺术，也是一个精神，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对，然后这个窑的话，在意大利他们也算很传统，我们使用的是柴烧，使用龙眼木。哦，还不能用，这窑里面也不能用电，既然你用石窑，里面还是要用。就是我们遵守它传统的精神。对。那这个窑，因为对各位听过了，古时候佢係贵嘅做好以後，將個運來台灣。对，我们那时候就是足足等了3个月，它就海运过来这样子，也是一个蛮大的工程。啊，佢來到台灣過後，你用嘅安裝到哪個點嘅度紅啊？就是那個安裝，我覺得很好奇。就是請那個推高機那些，他已經做好了，它就是來就是長這樣，很大。主要他來到台灣的時候，因為他在就是海運的關係，所以它窑就是石窑裡面濕氣、水氣會很重。我們要就是慢慢的從每天的木頭給它火，慢慢的升上去，把它的水逼出來。對，其實它的窑爐的一個特色就是，其實它用越久，烤的東西越香，因為它會吸附每個食材的味道。啊，唔講嘅時候也係清堅持嘅素材，因為其實台灣也還沒有人，有自家啲嘅做窑，也是有另外一種方式，但是人家就是現講用那種清傳統嘅方式，係特別對啊意大利來聽也在搖。當對意大利聽來台灣，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很浩大的工程。故所就係來同大家上去分享清傳統嘅意大利嘅披薩。那身為意大利人對於披薩來講，身來連結係蠻解。其實意大利人係懂接食披薩，不像我們就是可能有聚會、同樂會、特殊的場合才會吃，他們是很日常嘅一種食類東西。對。哦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拿坡里披薩的話，其實它就是在意大利，就是說，它就像家家戶戶的平民美食，他們用很簡單的食材，卻做出一個很簡單的料理。然後它裡面其實它包括了就是它整個文化，然後它一個傳承技藝，它牽扯了就是人民之間與食物的一個結合，就是分享，然後表達一個快樂。所以它是一個很有就是文化跟藝術的一個價值性的食物，而且它在早年已經就是納入世界文化遺產。對，它是一個很有特色的東西。他們聽說亞洲食披薩嘅頻率來講，就像本身滷肉飯一樣。對，就這麼這個料理在意大利就是媲比我們台灣的滷肉飯、陽春麵。可是我們感覺披薩很高貴，你知道嗎？對啦，可也許他們來到我們這邊也會覺得滷肉飯很高貴的這種概念一樣，對。對，所以對亞洲來講，就是日常就是家家戶戶都會的東西。然後也不是說就是很昂貴，然後一定要花大錢這樣之類的東西。對。可能也是比較單純啦，因為在他們其實你看到我們的口味就是很簡單，不會像美式披薩這樣料很多很豐盛這樣。對，它就是要吃這個餅皮的原始的風味，然後再加上一些新鮮食材去搭配出來的香氣。對，畢竟講今日帶來嘅亞洲口味算是意式的披薩，輕經典的口味嘛，對不對？要黑瑪格麗特，我們很常聽到的瑪格麗特。它為什麼叫瑪格麗特？就是我也很好奇。它其實，在意大利，其實每個披薩店都一定會賣瑪格麗特。聽說會有，一定會有，對，因為它這是他們的經典，因為它包含它是帶動整個意大利拿坡里的一個歷史情懷。對，它其實它就是以前就是有一個皇後叫做瑪格麗特，她來到了就是民間，然後叫一個廚師就製作一個披薩給她吃。對，那時候我們的廚師就用番茄，然後羅勒，然後莫佐瑞拉，代表着意大利的國旗的顏色。紅色、橙色同莫佐瑞拉白色。哦，就要3種色。對。然後把它帶成是就是有那個意大利國旗的顏色。對。然後取名就是取這個。然後那時候皇后吃得很驚豔，所以他就用他的名字就取為
玛格丽特。哦，对原来会按呢。那除了玛格丽特之外，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叫做水手披对萨？，叫玛丽娜拉。对，玛丽娜拉。玛丽娜拉，这个名字是水手的意思。它其实它叫水手披萨，也是因为早期他们拿破仑它是靠海港，所以他们会出海，所以他们那时候把这个披萨就简单的番茄，然后奥勒冈、蒜片、橄榄油，就很简单的食材，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带上船上去做长期的保存，对，然后可以去做使用。对，甚至更早期的披萨，其实它是完全没有配料，它就是简单的扁皮，加上奥勒冈、橄榄油就可以去使用。到了后期，然后慢慢的欧洲引进了番茄等等之后，然后就开始演化出就是现在的披萨。对，原来是按呢。故说今日同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意大利披萨嘅文化，等下这个同大家来好好分享家嘅好美食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这个转到节目当中。好，欢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總一權阿權妹。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我嘅家鄉苗栗。其實已經可以一段時間咧，我其實東久以前就有看過亞洲嘅店，我就真的嗎？對，我就當上提供真的意大利式的，現在不知道為什麼這麼該按黑波一張油槍都亞洲來福喜來，應該早就要邀請你們來了，但是很高興，今日做的油槍都亞兩公婆來到節目當中來，好好同大家分享一下，亞啲苗栗也在客家中，第一度當傳統的意大利式的料理傳統。对，那刚刚有讲到，意大利清传统的披萨 Q 米就是玛格丽特这个披萨，还有水手披萨，刚刚有小可以同大家来了解一下。今本日节目当中也做当红的就是玛格丽特披萨。刚刚有讲到，因为有3种主要的材料，还是说它真的就只有这3种东西啊？它的上面真的就是只有番茄酱、罗勒跟 mozzarella cheese。对，它其实就是很原粹、很单纯。对，它就只有乳酪、番茄酱，然后跟那个罗勒。它其实我们意式披萨的话，我们主要就是要平衡它食材的原味。哦，太多太少都不行。这个感觉很难诶，用糖诶就知道无按简单。啊，先看一下意大利式披萨嘅外形好诶。佢看起来就是饼皮是它薄诶，对，比较薄。然后看起来加个料冇像我们熟悉的美式披萨这么多，看起来就会清淡顺、清简单，它还是要吃到它食材的原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说讲我今日第一摆是意大利式的披萨，调咖要讲调咖用，要怎么介绍我来吃这个？有什么标准吃法吗？或者是比较道地的吃法？正常在意大利其实披萨不会切，我们会用刀叉。真的啊？真的，对。就一类圆圆的按太的，然后用都会按用切。而且他们是一个人吃一个，大概32公分，就算10岁的小孩也可以吃得完一个。这样不会胖吗？对，其实不会。其实披萨它意式披萨的热量其实很低。哦，对，相对起来很低。哦，因为它就是因为它的食材原物料都是很简单，但是它不失它的就是它的原物料其实都是很健康的。对，因为基本上番茄糊其实也是有钙质在里面，然后罗勒一点提味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这地腿吧，已经本太嘎同化了，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还是会切一下。对，切的要吃的话，其实会比较建议就是用卷起来的方式，或者是对折。卷起来是这样卷？对，或者是拿起来之后对折。我先试一下，我没有试过卷的。就像说就来，好，我们披萨的老话，板直接示范。一般的话我们会这样子折起来吃。哦，对，像这样子一口这样子。因为它就是要折起来，它的料才不会掉下来。我们卷起来的话，就是像这样子对卷起来。这么随意吗？对，就这么随意。对。我也要试试看，我没有试过，我没有试过卷起来的，就随便卷。有要这样子卷吗？还是就这样就可以？这样就可以，就这样子卷呢？对，就这样按呢？
这样好像什么吃它就什么可以很卷饼，平衡的吃到它所有的东西的味道。香气。对对对，这个早上有回烤过，对不对？有，但是其实也可以凉菜，但是刚刚有吃到。听到感是皮给嗓音，然后我吃东西很不客气，不要吓到。感知到紧身紧做在很纯粹的色豆饼皮的香气。对，因为可能俺年纪较细，俺较很长的时间，我是喜欢吃披萨上面的料的。不过现在年纪越来越大，就觉得应该会吃到大风吃出来的香味给素菜。就像你刚刚真紧就那样卷起来吃一口，一口是舌头味和饼皮的香气，一咬就有跑出来香味。不过还有就听听那舌头底度那个红酱番茄糊的味道，番茄酱对番茄糊的味道。然后我刚刚随便卷就有卷到罗勒在里面，这样搭配起来就清简单，然后咸淡的味道完全就度红，就是一个平衡。对。好神奇哦！不是清简单的意式的披萨，意大利式的披萨就会上到安的。对，它就是很简单。而且是冷掉的。对，这是冷掉的。冷掉的还很好吃哎。所以客人有时候我们有外地客来用餐要回家，我都会跟他说，那你就带玛格丽特回去就好了，因为这种口味的话，就是就算你今天不是当餐吃，它都还会保有它原始的风味。那你想要再加什么，就是你加热的时候你自己再加上去就可以。没错没错，因为像如果是美式披萨给法，如果我们这样放冷冷的吃，会感觉可能有一些现在太油腻了，就是它油脂比较多一点，对，不如按哪给感觉，而且它料又很多，可能有肉啊什么的，你如果冷冷的就觉得吃起来怪怪。不过因为相对来讲嘿清淡水，然后有一点像面包的感觉，就是面包你冷掉还是可以好好的吃。对，古时候来真镜头同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下。不过头摆前一步有懂你哋讲披萨加什么东西，意大利人会生气。毕竟讲之前我记得连锁披萨店出那个香菜猪血糕披萨，对，意大利人会生气吗？它其实意大利，它对于食材它是一个尊重，然后一个态度，对，而且它包含他们自己的一个精神在，所以他们在虽然做起来是很简单的东西，但是他们却在这细节就是很谨慎，所以我们的披萨，我们尽量都不会超过4种的原料。有规定莫太多。对，其实就是他们越简单越能呈现出它食材的原味，甚至说在拿坡里他们的海鲜披萨，他们不会加乳酪，就是其实披萨不一定要有起司，原来因为有一个老师傅他跟我说过，你有看过乳牛在海上跑吗？没有。对，所以他们就是就是很坚持就对了。比较传统的，就是因为他有接触一些比较传统的意大利师傅，他们就是会还更遵守就是正统的拿坡里风格。对。可是毕竟时代在变迁，一定还是必须要有一些放下所谓的坚持，然后配合当代的潮流来去做改变。现在拿坡里很多当代的年轻人在突破，在创新，甚至说像披萨上面也有放薯条。都有，对，含黑油啦。对我觉得，因为亚哈给创新，可能会变做100年过后给经典，有不一样的东西。对，所以当然我们同泰嘎来福用传统的，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排斥创新的啦，大家都可以多多去尝试，个人的风格，对，都可以来试试看。但我们还是会遵守饼皮上面的规范，我们还是要去做遵守。饼皮还是必须一定是要遵守最原始的，它就是它的灵魂。对，所以配料怎么做改变都没关系，但是饼皮他都还是坚持一定要最传，就是他自己的风格。对，毕竟都从那个意大利运给动态给油都转来台湾呢，对，所以饼皮要特别的坚持。对，那我很好奇就是这么费工，特别运给油对意大利运来台湾，但是其实现在也有蛮多电烤箱也是可以烤披萨的。其实
他们两个之间最大的落差在哪里？比如说，配给温度可能没共用，窑好像可以达到很高的温度。对对对，其实，在拿坡里披萨的制作，它是有一个标准的规范。对，它必须要420度到480度之间去烤，然后这么高哦，很高。然后它也是一瞬间的事情，就是60到90秒就烤好。你现在讲的是摄氏温度吗？因为一般 M 卡给天给烤箱可能就到200、220最高了，所以这个窑炉的温度做的都400度。哦，给懂高，那可以就配一下就会出来呢。对，它有一个规范，就是你要在90秒之内出来，它才能称为拿坡里披萨。哇，给没办法做其他事情，披萨不用落去以后，你就会等90秒，对不对？不一定，他会做下一个披萨。90秒很短，他去做下一个披萨。90秒可以做下一个披萨，好厉害哦！因为我们忙的时候，他都是一个人做，一个人烤。我们店比较，我们就是2个人而已，所以他就是一个人做，一个人烤，就是一个团队这样。对，所以你说90秒，他还可以去做下一个披萨，好多。就是我们分分秒秒都是跟时间在竞赛。对，古时候也在工厂当中，全部就是调家去家去学习，然后自己去研究，然后最后创业自己按用来经营一间店。其实真嘅冇咁简单，谈讲一开始学嘅时间，每天同国外嘅师傅来学嘅。对，就是意大利的拿坡里的一个老师傅。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是自己在学，然后甚至我们去网络上找一些食谱，就半夜就开始研究。那时候我老婆她就觉得很疯狂，然后面团都拿到婴儿床下面去放，去看它的发酵。真的？对。为什么要拿到婴儿床下？因为我要一直去注意它的跟小孩一起顾。对，因为我们房间有冷气。对，其实发酵是一个很难去学习的。对，要不要一直去观察它？好可爱哦！呀，他胸片有看到，就是你的意大利师傅。对，就是我在一个因缘机会下认识的这一个师傅，他叫罗贝托，他也是拿坡里当地一个很老。然后很传统、很坚持拿坡里披萨的一个师傅。哇，怎么认识啊？我是在网络上。对，然后后来他有来台湾当裁判，然后比赛的时候也有去做交流。然后那时候去意大利比赛的时候也有去找他。哇！对，所以他就甚至他还帮我取了一个意大利名字，叫做祖塞佩。祖塞佩什么意思？他儿子他也叫祖塞佩，就其实我也就把他当爸爸，他就帮儿子看这样子，然后他也很仔细的去教我，就是在拿坡里披萨的一个技艺。他其实我们学到的不只是技术，它还是一个传承，然后还是一个对拿坡里披萨尊重，然后以及一个态度。对，然后他在我开店的期间，他还特地来台湾去教导我。对。去帮我去调整一些启蒙师傅啦，也对，算是启蒙师傅啦。对，我感觉迄个当特别的缘分，透过好吃的东西，透过披萨，做的有台湾同意大利按用嘅连接，很多没有理解嘅家乡，哇，觉得好荣幸的感觉。还有当中内容同故事，爱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讲进来。好，欢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總一權阿權妹。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一啲苗啲開嘅一間餐廳，係做清傳統嘅意大利式嘅披薩，韓國意大利式嘅料理。剛剛頭前都見啲嘅講披薩，因為披薩同意大利嘅文化真係有太多嘅關聯。韓國聽日可能唔係按熟悉，故所見同大家講。唔過其實意大利咩有當到好食嘅東西啊，故所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。點咩都可除咗賣意大利式嘅披薩以外，還有賣其他嘅意大利式嘅料理，什麼？還有其他的料理？對，有哪一些？有賣意大利麵、燉飯，然後包含一些意大利的一些街頭的，就是美食。哦，比如說街頭美食，炸海鮮。哦，對，他們拿坡里是以海港為主，對，它就很新鮮的海鮮，就沾個杜蘭麥粉下去炸，就直接吃它的原味。哦，對，然後炸海藻，然後甚至還有像我們這個披薩腳。
对，披萨脚它是披萨还是脚？它其实在正常来说，它会叫成它叫袜子，袜子，还有它长得其实在意大利的那种小丑的袜子。你说曼雷那个袜子，对，这么可爱。然后它也很多种形式，其实意大利人你只要给他面团，还可以变出所有的料理。但是不可以放夏威夷材料在上面。对，他们传统的老一辈的人还是喜欢就是坚持，就是不能有凤梨。传统嘛，但是现在有懂懂你，它就像是我们时代的改革啦。其实就像台湾人，你会在卤肉饭上面放珍珠去吃吗？现在不一定有哦。对，现在搞不好现在不一定有。过去传统跟过去比较不会有，就时代都在改变。但是现在就确实会有懂得创新的料理会出现，所以刚刚讲的这个是一个街头小吃延伸出来的。那 Giza 披萨饺它是什么口味的？它其实里面我们就是用 ricotta， 就是一个乳酪，也是乳酪，对，然后它就加腊肠，然后火腿之类的，然后再加到奥利冈，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单纯，对，然后它就吃起来，因为它是包着饼皮去吃，它的口感也会比较不一样，对。那听说这个披萨饺很有周甜梅在你们店里面？对，我们是用榛果巧克力，对，就像那种金沙的口感，可以很罪恶。对，然后在意大利他们喜欢就是吃着甜点配着咖啡，就是一个这样。在下午的时候坐在路边，一个享受，一个放松。所以像这样子，披萨饺底度不用巧克力，不用榛果，这个在意大利现在目前可以被接受。可以啊，已经是有一点算是变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对，他们就是搭着咖啡，还是有渐渐的演变了一下。对。然后听说你们家你刚刚有讲到意大利面嘛？意大利面太嘎扣呢。吃到现在我们已经很熟悉，去意大利面店就要点青酱、红酱、白酱，就是很习惯这样子一回事。但是唐贡牙的点度烘也是有一点不太一样。对，其实，在意大利料理它也是很，就是我们讲的精简，然后在原物料的食材其实也是很简单。就是它真正的话在意大利的话，它是没有分红白绿酱，就红酱、青酱、白酱，它就是很单纯。比如说白酱，我们就用起司去刨了，然后纯粹用橄榄油去把它炒出来。罗勒其实它就剁碎来，然后加入橄榄油里面去拌炒。对，它就是很简单的料理，就是能保留食材的原味去制作食物本来的味道。对，不像说因为现在的餐厅很多餐厅它会讲究出餐快，它可能你点了一个白酱面，它白酱连上去，面放下去。然后拌一下就可以出餐，就是很快的速度。对，所以在意大利吃饭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去意大利吃饭，最多的时候等了大概2个多小时。台湾人没办法，对，苗栗人也没办法，苗栗人更没办法，因为抽面5分钟就好。他们的面跟炖饭都是慢慢的去煮一道可能20分钟、30分钟都有。6点钟抽到某干某散呢。美食需要用时间去等待追求的目的有一些没空用啦，有的人可能跟时间就没办法等 take two。对。不过新芽的地方，你们现在应该有就是训练出一个新的步调吧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我们在苗栗嘛，还是要稍微批他腿板一点。不是在意大利，我们在苗栗，对，所以。时间上一定就是会已经就是有改变了，就是会比较快这样子，对。但是很黑同学的理由，啲苗栗可以按用跟意大利的传统，因為我對苗栗嘅認識真係係第一，我進到苗栗我當小生老輩，對。當到就係裝備嘛，可能細年咧就出外種去工作，唔過啲苗栗其實會發生一條神奇嘅事情，對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有趣的事情在苗栗開店，比如說客人來意大利店、意大利餐廳離度吃飯，可能會就是因為我們有賣意大利麵呐，那有一些比較我們其實是比較偏就是老一輩客人比較多，就是我們苗栗長輩比較多，對，像披薩也有人就是因為它餅皮比較薄，它料容易掉，剛創業的時候，我們可以用筷子夾來吃嗎？
那你们要提供筷子吗？我们会留一些免洗筷啊，真的啊。然后，因为其实真的没办法，长辈会比较多啦有的时候对啊还是要体恤他们一下。就是叉子用不惯，吃意大利面他也会请我们给他筷子。因为按用生命来夹啦。我们有一组老人客人，他们就是自备餐具，你都看到他们是用筷子在吃沙拉，哦，好可爱。吃生菜也是用筷子这样夹，就是很特别啦，真的就是。算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他们可能不习惯，像其实我也爱妹某用到懂关，就是用卷啊，对，恰美叉子这样子卷面，我也没有吃的很习惯，对，所以丁苗你可以按用给点妹，不过也还应该懂中医会回来，就是固定会回来，对，算是也是算我们店也是算他们照顾起来的啦。那假日的话，他们小孩从外地回来，几乎都是固定就是。都是固定，一定就是1个月、2个月都会看到他带小孩回来。其实有时候看到就是一个感动，因为他们都是从在妈妈肚子的时候就来吃，然后小孩子长大了，哇塞，12年已经可以培育一个小孩长大，到了国中那样子。对，可能都出去念大学，然后放假不用留在时间，就会做能爱吃披萨这样子，这种感觉。对啊。所以其实没有情感的啊，不过我知道外地南国一类国度，就是你知道本来它是意大利的这类东西，啊，不过你来到台湾，他虽然他想要坚持传统，就讲清雄会做中东传统跟意大利式的披萨，但是你要克服的就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，完全没可用给甜食，完全没可用给气候，尤其你要做按用轻电胆的东西，这些条件又变得相对东冲也有冲又变得更困难这样子。对，在做披萨的时候，其实在台湾来讲，温度湿度是不太好拿捏。对啊，其实发酵是要取决于温度与湿度，它只要有一个环节有错，它的结果的变化就会很大。这也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调整。对。味道配合台湾的气候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我觉得没有一种职人的坚持，还有因为要坚持，调家其实带来很多奖，你们有很多闪亮亮的奖杯，这些那个很帅耶那一座。对，来介绍一下这些比赛。这是在台湾的，就是卡布多，对，我们每年2年都会在台湾去办一个卡布多杯，就是聚集全台湾的拿波里披萨的职人，都是要这种意式比较传统偏传统，对，他去也是会有一个就是标准去参加这样子，对，然后那一座就是在拿波里的时候，我们去得到就亚洲组的亚军，拿波里比的，对，我们去意大利比的，好厉害哦，对。真的闪亮亮的奖杯。其实做披萨，你刚刚讲说，做披萨进烤箱，枪会救生没有听，在比赛也是这么快速吗？比赛其实我们更就是细腻，因为其实那个过程很短。我们在做完披萨，然后送进去窑炉的那一刻进去的，其实我们心里就知道结果了。啊？对，为什么？就短短的上台3分钟，就这样子哦。对，就是比的其实就是每个披萨师傅职人的一个稳定性。对，包含你要怎么去控制你的面团，到比赛的当天，然后你的号码上场的那个时间是保留就是最完整熟成的状态。感觉技术都是基本而已了，大家都在比心态了。哦，懂地片的故事啊，清明一滴滴的时间，放去卡拉 OK。今天有抢到呀，披萨给转港来到节目当中。迄讲像按用个意式披萨，我们一下子没有吃完，你昨天用的了保存机，也讲我要吃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回温？如果我有进过冰箱的话。然后我们没有吃完的话，我们建议就是冷藏保存。对，然后要把它回热的时候，其实用平底锅煎或者冷藏吗？对，冷藏。对，因为其实它披萨放越久，就发现它饼皮会越硬，它其实就是因为失去了水分。对，所以我们要让它恢复最原始的原状态的话，就是用烤箱预热，然后喷一点水，大概对，让它有水分进去，让它回烤的时候就会比较 Q 软。对。那平底锅也可以，平底锅也可以，就稍微的煎一下，干煎一下，按钮就可以回温。对，它其实就是加热就可以了。对，不过还希望大家做的现从就要现吃才好吃。对，而且迄店美都红色，因为你想想看哦，就是推落去救生没有拿出来，就不用弄你要做大，就是热腾腾的感动。
对，热腾腾的感动，好啊！故说今日同分享同大家来分享，谢谢我们的老板跟板娘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什么样的。为什么电视机条前观众朋友嘅时间休息下，等下强下来做运动哦。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冇啊？我記得啦，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，韓國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，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，記得我分享出去哦。